我係魚仔啊！今日嚟到中山中澳春城呢間屋咧就89方，3房2廳1衛，差唔多就香港嘅1000尺豪宅㗎啦。我哋睇到咧呢間房嘅設計，佢就係餐客廚一體化嘅。佢嘅空調全部都做咗隱藏式設計，令到我哋成間屋睇到非常之乾淨企理啊！客廳咧就好貼心咁預留咗插排嘅位置，我哋到時候安裝電視嗰陣時都非常之方便啦。仲有一個贈送咗54尺左右嘅大面積空間，令到我哋成個屋企都非常之闊落啊！仲可以睇到我哋出邊嘅一線江景。衛浴咧就大明窗，徹底告別好似香港嘅老房咁暗衛潮濕異味嘅問題。呢間客房嘅設計咧就採取咗暖黃色嘅基調啊！擺得落米3大床，再加一個書台之後咧，依然有非常之闊落嘅活動空間啊！呢間客房嘅窗基本上就好似成間房咁大，係一啲都唔使擔心採光問題啊！主臥嘅設計係我非常之中意嘅，主臥加上步入式衣帽間嘅設計，一目了然啊！同埋佢贈送咗17尺嘅面積俾大家，可以作為梳妝台，亦都可以作為飄窗去使用嘅。同埋最有趣嘅一點就係呢間屋所有嘅窗都可以睇得到一線江景。中澳集團係中山本地具有雄厚實力嘅企業，所以買樓係一啲都唔使擔心㗎。快啲嚟銷，聯繫我啦！